Hello，大家好啊！即係琴日咧都唔得閒啊，食年飯。呢排多啲年飯食，都比較即係冇講馬俾你哋。而家咧我度報翻一場俾你哋。咁咧你想睇和記號碼戰果嘅啊？俾個 like 我啊！你想加入和記號碼群組嘅啊？到收費群組，到 WhatsApp 俾我。我而家今日開始入和記號碼收費群組啊，玩到7月中，咁樣咧就收1000蚊啊！希望你哋支持和記號碼。咁我喺度介紹一場俾你哋參考啊！我介紹6場11號魅力之耀啊！呢隻馬希斯啊，楊明倫上一次楊明倫都騎到都唔錯噶啊！咁我隔咗17日，咁我都推薦俾你哋啊參考。咁我哋上個禮拜群組啊過年馬啊橫數都 OK 咗噶啦啊！咁我希望你哋多啲支持和記號碼啊！今晚即刻精神，拜拜。